好，来，咱好，开始。好，家庭好，总是若会通久久有真偌大的使用权，简单安尼也足假，毋是足假，通讲是好假。检菜即款的好假，是较大松，等者，检菜的即款的好假是较大松，较实在。实在我理解啦，打来伤，理解啊，大松是啥物？我嘛毋知为什么用打伤来形容。松是啥打物？伤相对应就变成讲，嗯，较淡嘛，淡哦，了淡解，淡，但是好好好，淡，淡到落去咧吼，对啊，淡甲嘿嘿，打伤，那系啊，我毋知。会轻松也是爽快意思，啊，毋过嘛是毋知影为虾米是安尼讲，嗯，为虾米咧？小等下，我查查看嘛，敢有其他意思？应该无啊，就是打伤就是打。嗯，嗯，系啊，大松，对，系啊，毋知。等一了，我理解者真跨大的使用权，简单安尼也足假，通讲是好假。检菜，就是毋过的意思吼。是吼，检菜，毋咸过，菜是嘿，大概，咸菜，大概，哦，好，嘿，大概了解。嘿，咸菜，好，了，记一下。咸菜，迄款的好假是较大松，较实在。可能对，为什么？probably 嘿啊，嘛吼，嘿，对，嘿，啊，毋过迄个较大松较实在，我要是无法度理解，啥物是会安尼讲，较呃，实在，嘿啊，我的药是安尼啦吼，呃迄个大松，呃，嗯嗯就是好价有，伊意思就是好价有一嗯种是，嗯就算你有钱，但是你毋敢，你无用，无去用，嘿对对，对对，嗯所以你嘛变成讲，你过了袂快乐，过了哦，袂爽快。了解，即种的好嘢，伊讲即嘛，即种好嘢是你有诚大的使用权嘛嘿吼。是，嘿，你做，伊进前讲，做你做出安尼啦吼。嗯对，就是伊讲安尼较，你会过了较打伤啦，较袂过哦，了就是过了较遮有主安尼。轻松，对，哦，了解了解，过了较快遮活安尼，轻松着，嘿，哦，了解，嗯，好，啊，就继续吼。嘿，较大松，较实在。嘿，原来有钱有米，竟毋是要用吧？所以有钱有米，若是袂通用，还是袂晓用，迄有是甲无相像。对，好，差不多是安尼意思。了解，即个嘿，大松。好，即好，段你干嘛来来我来读。读一遍？总是若会通久久有真扩大的使用权，简单安尼也足也通讲是好嘢。检菜即款的好嘢是较大松较实在。原来有钱有米，检毋是要用吗？所以有钱有米，若是袂通用，还是袂晓用，迄有是甲无相像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诶，议论讲
有一个好家人死去，伊个囝细汉，伊个财产免讲是要互伊个囝，所以遐个财产的所有权是属伫迄个囡仔。毋过因为迄个囡仔细汉袂晓啥物，所以入伊个疾病还是疾亲病，疾病了解疾病还是亲戚做伊个护建人，迄个护建好护建人，我来查一下，了解做知影意思，毋过即个词我毋捌听过，护建嘿啊，护建人。第8，毋是第7条。建人果然是日记来诶，即嘛无人会安尼讲啊。日记系啊，嘛是讲监护人啊，即嘛安尼讲。监护人是，监护KAM。好，监护监护，了解监护人，好，继续，做伊个护建人，迄个囡仔奖励，应该是第2条奖励遐个财产。对安尼，迄个护建人若是无有毋正经的代志，伊会通替迄个囡仔注意，将遐个财产家己运用，互伊做种种的事业。若是安尼，遐个财产的所有权，通讲是归伫护建人的手内。迄个囡仔是有一个空名，实在是护建人的好业。说使迄个囡仔若有久久袂，若是久久袂大汉，敢有即款代志？久久袂大汉，还是诚做一个不中用的人，不中用的人，迄个护建人兼是久久会通运用遐个财产吗？伊兼毋是久久是好业。好，了解即个理咯。即段我来看一遍。好，譬如讲，有一个好野人死去，伊个囝细汉，伊个财产，免讲是要放互伊个囝，所以遐个财产的使用所有权是属伫迄个囡仔。毋过因为迄个囡仔细汉袂晓啥物，所以入伊个疾病还是亲戚做伊个护建人，替囡仔奖励遐个财产。对安尼，迄个护建人若是无有毋正经的代志，伊会通替迄个囡仔注意，将遐个财产家己运用，互伊做种种的事业。若是安尼，遐个财产的使用权，通讲是归伫护建人的手内。迄个囡仔是有一个空名，实在是护建人的好业。即使迄个囡仔若是久久袂大汉，还是诚做一个不中用的人，迄个护建人兼毋是久久会通运用遐个财产嘛？伊兼毋是久久是好业。好，继续吼。好，对即项吹上
哦，吹想了解。好，对这项吹想起来，起来，起起来，起来。看你这咧叫伊飘哦，的遐，差不多数起来，嘿，是要差停不多停声起哦，来，拢会使起来。啦吼。嘿，咱敢是较事上的讲法是会讲轻声的讲法，敢讲是话是拢会讲轻声啦，讲对这项吹想起来，哦，起来，吹讲话安尼讲，想起来伊就哦，拢毋安尼写，吹想起来，所以讲嗯读本调就是起来拢是轻声，吹想嗯，起来，好好，等对对对，下我会，系啊，我感觉安尼较讲话较听起来自然啦，较系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但是伊嘿，写话变成讲，你要读书在教堂就变成对这项吹起来。想起来，哦，推想啊，起来，起来，嘿，系啊，系啊，系是对，推想起来，嗯，就会明白，嘿，着有所有关才是好个，敢若有所有关是无意义。不过，若是有所用关，搁再所有有关搁哦再有，嘿，有所有关，搁再有，也是搁再有。搁再有，搁再有着连做伙啊变嘿，调好，但是了搁再有使用权，安尼是互迄个使用权会通较安稳，较较久长若定，随时随时安尼讲，即个所有权人。若愈进步，的确会愈无地中。地嗯，中，地中是啥物？较无地中。地中，对啊，毋知，地中来看觅。还是物注重的意思，对，伊讲是对中，毋过对中嘛，毋知是啥意思，来再看觅。嗯，对中，嗯，贵重哦，重要贵重，哦，就是贵重，贵重好，地中就是对中就是贵重，嘿，好好好，了解。好，继续。的确会。嗯，我来看觅哦，即句话随时安尼讲，即个所有权人，若愈进步，系啊进步，的确会愈无地中。嗯先继续看好啦，好，嗯有钱毋甘用，还是袂晓用，渐渐会晓想入。想想入无想入无想出，想出，想入无想出，即种人检测有所有权，总是的确毋是有使用权，这是甲善良人无各样。好，头前迄句我也是想无即个意思。所有权人若愈进步，的确会愈无地中。为虾米是安尼讲？哈？嗯，我看，你了解意思，讲为虾就我就无理解为虾米伊是即个讲法，因为地中重要，为虾米会讲伊愈进步就愈无重要？嗯，对无？重视，就是应该是意思嘿，讲，即个人若想较嗯
想较开，就是讲较思想较开通，会知影讲所有嘿，权无代表啥物吼。哦，了解了解，就是会对，晓使用较重要嘿，吼。伊就袂去，伊就无去注重嗯哼，所有权啦，对伊会去哦，了解了注重，解了解，就是安尼。对，较重要的是使用安尼，使用嘿，权。嘿，了解，安尼讲我就理解啊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嗯，对即项推想起来就会明白，着有使用权才是好业，敢若有所有权是无意义。不过，若是有所有权，搁再有使用权，安尼是互即个使用权会通较安稳、较久长那定。嗯虽是安尼讲，即个所有权人若愈进步，的确会愈无智重。有钱毋甘用，还是袂晓用，紧会晓想入无想出。嗯种人检采有所有权，总是的确毋是有使用权，这是甲善良人无各样。嗯，好，继续吼。好，第第第二，着爱明白，不论多也是少，着爱时有成熟，也算是好嘢。好，迄个成熟是啥物？成熟，嗯，看觅成毋知成熟，嘿啊，嗯，成熟，心嘿，理学哦。成熟，嘿啊，就嘿啊，哦，真正是呢，成因为我刚熟呢，才想到这两个汉对呢，对呢，字尔，对呢，对呢，系啊，嘿啊，嘿啊，成熟哦，安尼讲嘛是真好，应该毋是顶头即个成熟啦，声音甲色彩应该毋是啦，应该是生。应该是嘿啊，啊生理熟好迄个理熟，哦吼，遮厉害。系啊，因为是讲着钱诶代志，安尼评论嘛是有理。好，等下我记一个。好，成熟，成理熟。好，假设时有成熟，才算是好嘢。若是每日简单拢是开会消开会，消无去，开会消无去，感觉应该爱开会，开会分开那个消消无无去，去，嘿对，是消无去，拢无拢无定心生出什物，生出什物别项，什物别项，好，即款是拢有，拢有减少啊，有减少，无加添，这正是善良。大家知了无囝，毋是了尾囝，了尾囝虽是伊做工伊的祖放公，伊的祖公，但是了尾囝虽是伊的祖公放有规规千几几千万，千万，几千万，好，几千万，互伊究竟伊是善良人，那安尼到尾连伊的身躯性命都煞无通有伊的份，嗯，也若是日咧做工，无论无论是对家己，还是对社会，逐日有利益，逐日有逐日有利益，逐日有息出这息。个我相信出息感嘛是出就是成成熟的意思成熟啦，嘿吼。我相嘿，信应该嘛了解出是。息，嘿啊想讲出息甲迄个甲欢喜的迄个词真相像吼。
出色，有较加天济，有较加天济，安尼迄个人随时现时无着，即个无着，好，随现时无着，总是的确会通算作是好嘢。来看迄个无着，敢若是甲咱书上讲的着毋着，毋是共一个意思吼。无着，无现时毋是啦，我咧想即个词应该是即个意思，哈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毋是。毋是无着，即个意思哟。我有哦，好好，了解，无着，好，三来条看觅，好， 15着，项，着15着，项， 15项，好，第15条好。好，安尼是弄分15，啊，毋过着敢若哦。 15哦有啦，伫例句有15，伫15看也有，听无，买无着，看有着，也有着，所以讲即个是现有好嘢无着的意思吼，趁无着，财产无着，看有着了有着，听无着，买无着。这就是第13副字有啊无后壁来表示动作的结果啊。有啊无会着，有着无着嘛吼，表示迄个动作的结果。着的结果，嘿。啊，即只是讲，安怎无着？袂，翻过来煞袂记伫对。有较加天济，安尼迄个人随时现时无着哦，随时现时无着，总是的确会通算作是好嘢。啊，现时毋是，现时无算好嘢嘛。哦，了解，无算是好嘅意思。我拄讲毋是，就是迄个意思。对，现时毋是，现时哦，毋是，啊，但是即个状态安尼状况，好好，现时无着，总是的确会通算作是好嘅，对，了解。若伊好嘅，社会为着即种人的直进步，直发达，即种人通讲是世间的金矿，对遐卖出，卖对遐卖出真济金，互世间也是伊的子孙有啥物有利是啥物有利，嘿，有字，我毋知呢。系啊，有利。有甲字，有利，即个汉字真趣味，有利意思看起来有利，哦，是过了真好的意思吼。有字面前有利骨，有骨，好，这个你敢捌来读一遍？好来。第二，着爱明白，不论济还是少，着爱时时有成色，才算是好业。若是每日简单拢是开会消无去，拢无定心生出什么别项，即款是拢有也减少无加添，这正是善向。大家知，了尾囝虽是伊的祖公放有几千万互伊，究竟伊是善向人？若安尼，
到尾连伊的身躯性命都煞无通有伊的份。也若是日日伫做工，无论是对家己，抑是对社会，逐日有利益，逐日有出息，有较加天济，安尼迄个人虽是现时无着，总是的确会通算作是好业。那伊好业，社会对着即种人会直直进步，直直发达。即种人通讲是世间的金库，对遐要出真侪金，互世间还是伊的子孙有优势。非常好。嘿，那好，那小小的来讲，一个人一日趁3角，家己用2角，一角摕互别人。好，做人的利益，也搁有一人一日趁3箍，日家己着4箍，哈？日家己着4箍，才有够，无够用迄箍银，伊就用心去吸别人的来补。即个吸别人的来补，吸是啥物意思？吸别人的来补，吸别人的来补。嘿，吸别人的。好，他说好啊，好，请想即2人，倒一人较好个？迄个吸我来看觅，吸点看诶，伊迄个吸，吸吼 ，HEK。即个敢是借钱诶意思，毋过嘛无讲迄个意思啊。吸别人诶来用，会使你个意思应该是讲摕别人诶来用，还是借别人诶？毋过即个字，嘿嘿，完全嘿啊，即个意思。嘿无，嘿啊，揣无相关也是相关诶意思。毋知佮找着迄个嘿，黄老师诶迄个。哦，我来看看觅，嘿嘿嘿，来看伊敢有解说一篇。要哪用？我想看觅。顶摆咱找着是，有讲着后见顶，19岁来看觅。有呢，我来传迄个 link 互你确认一下。你若做我这好，做我着因为我有留顶礼拜咱找的，我找着的有，我有留迄个 link，所以讲迄个 link 我着切入去啊。顶礼拜 link 是48回，我着48回无讲着，我着另外去。迄我着用敲锤方式敲锤49回，49着有讲着。吸，伊讲是吸，就是吸白，来看吸白迄个意思，吸白。
原来爱是不是一个词？第二点无收吸吧，迄个词我来看喏。E K K H E K E A K。吸吧，吸吧，但是用 E K K H E K 就有找到我老师讲的迄个词。吸吧 ，OK。吸吧，吸。这个吸吧，这个词你之前敢有听过，也是用过？唔捌听过。我嘛是。OK 啊。好，吸好，伊就用心去吸别人，吸别人的来补，好摕别人的钱来互家己用的意思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那摕小小的来讲，即个人一日趁3角，家己用2角，剩1角摕互别人，做人的利益。也阁有一人，一日趁3箍，一日家己着4箍才有够，无够用迄箍银，伊就用心去吸别人的来补。请想即两人，倒一人较好业？好，继续后一段。那摕较大诶来讲，自古以来诶大道人，通讲因是大好业，因是看通天，看通天下诶做因诶厝啊，是应该来通天下诶安尼好。伊是看通天下诶做因诶厝，因通身诶力，拢是出伫正人诶中间，互正人为着因来发展进步。所以讲伊顶悬迄段诶问题，无提出答案，互咱。对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那摕较大的来讲，自古以来的大牛人，通讲因是大好业，因是看通天下的做因的厝，因丰身的力，拢是出伫正人的中间，互正人为着因来发展进步。好，后一段吼。孔子虽然在邻国，即时捌无比牛通食，一时对，一时捌无比牛通食，总是世间对伊来世的财产是无当算。失失去爱世间无艰苦。失去第一声失去失去爱世间毋是你头第七声去啊？失去毋是爱变调。你变调吼 ，OK 好。对啊，想讲后壁有加迄个加字。一般词可能袂变调啦，无毋免变调吼。我咧想好，好，失去爱世间无艰苦。虽然是将伊的王宫王位等迄角，总是后来伊所
会毋知比遐个鸡有几万，等一下，应该变掉几千几万倍，倍几千几万倍，吼，基督家己有讲，伫天底飞的鸟仔有受通困，有收通困，有受好，有受通困，在旷野咧走的狐狸也有空里，总是我是无看头壳的人，无看头壳的人，迄个看我来查起来看，嗯哼，嗯，这是意思是讲无连看头壳的镜头都无啦。哦啊，迄个看即个字。真毋捌，头两句较有名，我都有听过。我咪好看头壳，了解。因为咱事实上敢是用“愧”即个字，讲是愧骹啥物，其实无共的动作。哇，你知影我讲的是倒一我知，个动词吼？好，但是是无镜共吼。头是叫做看，哦，了解，看镜头是用来看头壳，头壳，嘿，了解，好，无即个字。毋是看骹吼，看头嘿，壳，毋是，所以讲毋是共一个动作，无共的动作，安尼，无无共，共的字，专用字，伫镜头了解，咧用的啦。了解，好，继续，用镜头小看，总是，了解，当然镜头小看，看头壳啦，一般是讲看头壳啦，袂讲看头壳啦吼，看骹会使，但是无人咧看头壳。哦，好，了解，好，继续吼，总是我是无看头壳的人，你看迄时，伊是河顶的散香，了解河顶的散香。当请看现实通世界正半了解正半的人，竟毋是为着伊咧出力，伊通讲是自有人以来最头一定的好嘢，不论倒一时代的皇帝，也袂通达到伊的一家啦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孔子虽然在定国，一时捌无绵羊通食，总是世间对伊来生的财产是无当算。色客爱世间无艰苦，等下敢孔子是主事嘛吼，主袂变调啦，所以色客嘛会变调。一般主事应该是无变调吼。色客爱世间无艰苦，虽然是将伊的王功王位等迄角，等迄角总是后来伊所得毋知比遐加有几千几万倍吼。我是无变调啦，因为我甲几千几万分开吼。基督家己有讲，伫天伫飞的鸟仔有受通困，
在旷野伫走的狐狸也有空通味，总是我是无看头壳的人。你看，迄时伊是河顶的散香，但请看，现时通世界正半的人，减毋是为着伊得出力，伊通讲是自有人以来最头一顶的好业，不论倒一时代，不论倒一时代的皇帝，也袂通达到伊的一角啊。好，继续吼。好，就是第三，爱清楚第三爱清楚的点。好业毋是讲所有的钱着爱到偌济，是着会晓知影家己的快乐，才来想咱所的咱所的咱所会堪得的耶稣，搁再会堪着得，会堪得的，咱所会堪得的耶稣，毋是得哦，搁再堪得得，会堪得的，对。好，咱所会堪得的耶稣，搁再着用最好的法度来运用遐个，若是安尼就通算作是好业。看起来是理财的迄个概念吼。第三，爱清楚的点，好业毋是讲所有的钱着爱到偌济，是着会晓知影家己的快乐，才来想咱所会堪得的耶稣。搁再，着用最好的法度来运用遐个，若是安尼，就通算作是好业。好，继续后一段。安尼检菜讲了较烦，讲了较烦，请来写较明。即个烦，敢就是倒病的意思。毋是，讲了较烦，烦是较泛之辈迄个泛。了解。讲了较 general 对迄个意思，较烦。我来记一个，人较烦。查者好啦，我是系啊是啊，看起来是你讲的迄个意思。较烦。因为讲了粗嘛，后壁我讲较真足的安尼，所以我是摇的啦，我摇是安尼。系啊，系。先讲一个大概，安尼好。对。等阵我记一个。好。好，你好啊，好。安尼讲了，安尼检菜讲了较烦，请来听较明。钱是财政的标记，这咱已经有讲了。人的心对钱老实是无想呀，故钱财既然是财政的标记，就爱量快乐，才定着所应该的才是。
好，后壁了解意思啊。不过头前迄个是无收业，迄个业是我来查看卖业的意思。嗯，无收业。嗯，我今仔日的脑哦，子拢袂紧动，嘿，哦，敢是爱无电啊？毋知较慢啦，毋知是安怎，哦，哦，你用的敢是无线的 mouse？对啊，无线，哦，会有可能爱换迄个电池啊。连嘿，人的心对钱老实是无收益，就嗯，是无讨厌钱的意思，敢是这个对对意思？对对，呵呵嘿，呵，拢介意钱啦，好，嗯好，继续，应该伫的代志，好，若要毋是安尼，世事就是互伊加伫较济。伊也是运用袂通去，安尼若遐个钱借死死，借死死，伊个担也是加重，着受种种的阻碍。OK，了解意思。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安尼检菜讲了较发，请来拆较明。钱是在前的标记，这咱已经讲了。人的心对钱人的心对钱老实是无想要。毋过钱财既然甲是在前的标记，就爱用气力才定着所应该得的，所应该得的，才是。若要毋是安尼，设施就是互伊加值较济，伊也是运用袂通去。安尼，若遐个钱即时是，伊个担也是加重，着受种种的阻碍。嗯，好，后一段。嘿，譬如一个人要收收单，了解要收单，叫伊的囝儿拢总出来斗看笑，挂笑啊，了解挂笑，斗挂笑，挂了是大人看因拢骨力，不知大欢喜，因准因兄弟各人尽因所有的气力，担笑去做西客，做西客是啥物意思？西客你毋知，西客私房钱。哦哦哦哦，好，安尼了解。担笑去做西客啊，安尼就了解啊。好，大汉的担100斤，第二个担80斤，了解。拢拄啊，拢拄啊好，会通担到厝。第三个细汉灵魂，灵魂，毋灵魂。认分，嘿，灵魂，伊想一时啊久会，一时啊久会艰苦，若定，一时啊久会艰苦若定，较济会通开使，较看活，所以伊就强强地甲因大哥担相相，担一步，担一步，颠两步。好，这个颠，我来再看觅颠，颠就是骹步敢若会使，袂稳，好，骹步袂稳，好，袂知，我记嘿，叫做颠吼。颠好，我来
骹步袂知。好，来记一个，行较袂颠，袂颠袂倒。好，好，颠踏一步，颠两步，踏到大开喘袂离。好，大开喘袂离。无踏完就爱拼一大半，拼一大半伫路边，互钱洗食，互精细，真洗嘿，互真洗食。互精细食，哦，互真洗食。哦，就免掉互真洗食。也伊家己到厝煞发热发热头痛，热哦，了解发热头痛。有遮尔辛苦，发热头痛，连倒几若几若日。伊的老爸笑甲伊讲，戆囡仔，你毋着准责家己的快乐。哦，准责家己的快乐。若要亲像你安尼，我迄阵就毋通互你，则袂害你。咱讲贪字并字卡，贪字并字卡。西游也是安尼讲，人毋是因为伊所有诶物较少，所以等一下哦。歹势，电脑怪怪，所以才善香独是因为伊诶心毋知足，才是。哦，安尼就了解头前迄句诶意思啊。贪字并字卡，迄个卡是啥物意思？贪甲贫这两字有无？嘿，贪甲贫嘿，卡咧。壳，我咧又是外表差不多，迄个外壳。外壳，哦，外壳意思，好，了解。我有啦，因为贪字甲贫字足相像嘛。是。所以意思就是讲，贪字就是贫字，会看起来外表就那贫字。哦，了解，有呢，哦，了解，哦，安尼讲真有理，是。我看壳字敢有法度解释？外壳就是敢若外壳。有一个第三是外壳。对，有一个你看解释就有啦哈。部啥物？第四个讲字的部边，部边嘿。譬如讲门字壳字典的门部边字壳，一般应该是讲字壳。哦，讲迄个字壳就是迄个布安尼。部首，讲部首，是部首内底，但是迄个部首是一般是刻伫个外壳的，譬如讲门字，是边字就是迄个边字头嘛，包伫外口迄壳。意思讲贪字和贫字是外壳相款。同一个壳，吼，了解。对。好，安尼就了解意思啊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来，我来读一遍。譬如一个人要收东，叫伊的囝儿拢总出来斗挂钱。一般袂讲挂钱啊，挂丢较侪啦，当然挂钱嘛。所以讲拄则我想咧一个。挂了是大人看因拢骨力，不知大欢喜。因准因兄弟各人尽因所有的气力，
担切去做西徛，大汉的担100斤，第二个担80斤，拢拄啊好，会通担到厝。第三个细汉毋认分，伊想一时仔久会艰苦，若定较济会通开使，较看我，所以伊就强强顶甲因大哥担相像，担一步颠两步，担到大气喘袂离，无搭话就爱拼一大半伫路边，互精生食。也伊家己到厝煞发热头痛，连倒几若日，伊的老爸笑笑甲伊讲：“囡仔，你毋着准则家己的气力，若要亲像你安尼，我迄阵着毋通互你，才袂害你。咱讲贪字平字壳，西洋也是安尼讲，人毋是因为伊所有的物较少，所以才善凶，独独是因为伊的心毋知足，才是。OK， 好，100个就已经写了哈，嘿，大家写了哈是，好， 100。来，我先来个填落来。